下的家，你今天还好吗？无论有多少变化，请记得走回家。昨天对我说的话，今天还记得吗？那些句句关心话，都是对你的牵挂。遇见你，喜欢你，只想和你在一起。想见你，很想你，猜不透你的心意，我不想放弃。一个屋檐下说出真心话，你的眼神诉说牵挂，在我心里悄悄说我最爱家，这是我最想说的内心话。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别再流浪，眼泪流下，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两人一起在那屋檐下。文琪，伊是伊是我兄。歹势，头一个见面就和你误会，我是交环，文琪的男朋友。安尼，我先送你去你靠困。你先回去啦，我有交换。不要紧无，我扶你。你就巧的，这样先录音当作证据。我根本无录，惊拢惊死啊！哪有心情去想遐个？安尼最近应该袂过来找你啊。电脑放你遮，安尼我先来走啊。你敢会当阁陪我一下？我还是有淡薄惊。安尼，你坐一下。若是喙焦遐有滚水，拜托要冰箱有食的，我先去换一领衫。安尼我就坐伫遮哦。是随时准备要逃难是无？东来，爸，无闲规工我足忝的，有啥物代志明仔再讲好无？张友莲行尔呢，是什么意思？伊哪有啥物意思？食饭食无两喙，都甲规道人客等伫遐。伊今日这款态度，敢有甲我囥伫眼内？伊也毋是挑工的啊啦，是因为烦恼伊的小妹才会离开啊。张友莲伊永远拢烦恼袂完啦。伊顶悬有爸爸有阿嬷，下骹阁有4个乌白斗做伙的小弟小妹，伊要烦恼到民国几年啊？
当时才顾得到你啊！今仔日是意外，也毋是大家拢安尼啊。大概讲到张友莲，你就下性命替伊讲话。今日我伫的，伊拢敢安尼啊！以后咧，张友莲无心意做我的囝婿，我无稀罕。这单婚事免讲啊！爸，要嫁予伊的人是我，你敢袂会讲道理哈？哎，好啊好啊，莫是转来厝里就开始冤家。慧敏啊，你减讲两句，你今仔日啉伤济啊啦！我是啉足济啦，只不过我的头壳真清楚，我得甲伊讲道理。我袂当甲伊转来厝的口，才来后悔。张友莲无资格做我的囝婿，这单婚事免讲。爸，慧敏啊，你嘛爱替阮想一下，今仔日真无简单，找这么侪事大来，就是为着恁的婚事啊。结果咧，你讲走就走，就无互恁爸面子的。爸的面子真重要，有人的小命嘛真重要啊！你要去圣地，敢袂看待一个轻重哈？你即嘛是咧讲啥？我安尼做唔对啊，是无？反正我讲过啊，这单婚事吼，我是无可能答应啦。好啊好啊，莫阁讲啊啦！我在外口，你敢问出来者？我出去一个。去倒位啊？是有联性。我拄则讲的话，毋是滚生笑的。我知影你毋是滚耍笑的，啊，毋过我嘛是认真的。爸，我知影你对友莲无满意，也毋过伫我目睭内，伊才是我会当倚靠一世人的人。毋管你安怎想，我拢一定会嫁予张友莲。慧敏，您放心，我甲友莲是好是歹，我拢袂当来哭互恁看。慧敏啊！莫紧张，互我甲你念念好无？恁爸生气啊？伊敢有骂你？是的啦。忘记无代志吼。无代志，可能是我误会啊。我去的时阵，因男朋友嘛伫。安尼就好，有人陪就好啊。恁爸一定足生气吼。想叫你对恁小妹较好。无要紧啦，阮爸就是啉酒醉，讲几句仔歹听话了尔，伊嘛毋是真是生气啦。这件代志本来就是我先做唔对，我应该爱先甲恁爸解释清楚才走。行，我送你回去，我要去甲恁爸母会师咧。煞去啦！阮爸啉烧酒醉，啥物话拢听袂入去。你人工上好，阁办一道啊，提出诚意请伊食饭。伊这个人上爱面子啊，这步上有效。多谢你，总是替我设想。咱以后阁要过一世人，我毋替你想，要替谁想？明仔载咱爱去拣新娘衫，你陪我好啊紧，就是上好的补偿。好啊，安尼你经真上贵，不管偌济钱，我都无问题。小喊嘛啦！嗯？早心。是我啦，交还。哦，
我俩阵你走啊咧？我拄则做枵的，就去开你的冰箱。拜托，你毋是讲有物件通食？嘿哦，根本就毋是食的物件好无？所以我就摕你的锁匙去买物件。哦。对了，你是毋是为着要维持身材，所以都连美容饮料当做三顿啊？我阁会配一寡菜啊。你讲 ABCD？ 好，我甲你正式介绍一下，这吼叫做肉酱面，这吼叫做番麦扣汤。虽然拢是微波食品，也毋过至少比你讲的遐食的好食100倍。请食。敢讲你阁紧食，毋食微波食品？我才无遮尔歹嗜好，我只是对食物件有一套家己的标准。啥物标准？若是有时间，当然就会当较讲究食较好的啊。要毋过假使无迄个时间，麦片、维他命就会当做一顿啊。假使有食物硬讲啊，这种物件，我感觉你会逐工食迄。无毋对，食饭的时间会当摕来做代志，偌完美。多谢。就爱做工课。让，你录一个啊。你就爱做工课。既然咱袂着你编好的故事，就只好用这种方式，把你所有的一切拢写落来。因为假做你的男朋友这个工课，总是爱较专业的。哦对了，我问你，为什么恁兜的物件这么少啊？我这几年因为工课拢伫国外飞来飞去，其实就喊你转来大。无怪，物件少，行李煞足济。唉，你莫阁写啊！你毋是讲巴肚就要紧食？好。食，等下迅速来讨论咱的恋爱故事。好啊，先食。啥物？你今年才拄满28？惊死人哦！嘛差伤济啊！这差6岁尔。差6岁就差真济啊，先生！差3岁就差一个世代。安尼看起来，咱无话通讲。袂啦，才2个世代。恁爸是兴华生意董事长张家成，恁妈 ，I'm sorry， 恁哥张友莲，是毋是拄则足关心你的迄位啊？你是为倒伊看出来伊真关心我？为伊的口气，也阁有伊的感情啊。根本无好无。你为什么这种反应？遐关心小妹真正常啊。大汉小妹张友媛，细汉小妹陈文玲，小弟张友丽，然后你陈文琪。甲你解释一下好啊，阮是中组家庭，我文玲、高妈是一边的，张友莲、张友媛、张家成因是一边的。我甲文玲拢袂叫张家成爸，阮拢叫伊阿姐。也毋过阮甲友莲、友媛同款，叫张家成妈阿妈。另外，张友丽是阮妈甲一生，嘛是阮兜唯一的2边都有血缘关系的囡仔。足复杂的。所以我才会做家族关系图互你啊。有关系你图。定记好清楚，莫到时阵叫毋着人。啊，对了，这份呢是工作合约，你的男朋友的费用，甲
工作的内容、时间、所有的权利义务，包括保守秘密条款，拢写得真清楚。你若是同意，麻烦你伫上下签名。敢有需要不到遮尔复杂啊？签约嘛是对咱双方拢有保障啊。你遮马岛的工课嘛是拢爱签约啊。嘛对。受到遮尔周到，你伫工课方面一定嘛是真龜毛的人。这就是我，豆豆啊，你就了解啊。也毋过我上想要了解的是，请讲。请问，当一个鲜花千金，为什么要找人假做你的男朋友？这有啥物好问的啊？这对你的工课无任何有帮助啊。有，当然有帮助。若知影动机，我就让演好这个角色啊。我要看卖，是毋是因为时大要你结婚？毋是，我阁要看卖。我知影，像恁这种家大业大的大财团，兄弟姊妹为着争财产，搭来搭去，是毋是只要先生后生，就会当得到财产？感觉你怪我互人招哦。莫黑白药啊！原因就是我无想要输，无想要无面子，就这么简单。无想要输。等下，安尼我的身份地位就真重要啊！无你带登去就封闭落去。无毋对，所以来听好，你是 Amazon 驻上海行销总监。交还英文名Jovi，咱是2年前伫杭州的乡村俱乐部熟识，是因为拍网球才熟识。在1月4号是咱交往的周年纪念日。等下，安尼敢会有淡薄拉差？你过去讲我是某一个财团的后生就好啊。小巷口顶都会逼空，阮岛的人也无讲啊。也毋过你若无介意这个设定会当改？免改啊，费力拢是假的。安尼等我拢整理好啊，我才做伙传互你。今日就先安尼，你会当先回啊。好，收工。多谢导演，多谢大家。等下，你拄则买暗顿的钱，你爱写落，到时阵连你的费用做伙甲我报销。免啦，迄吼算我大主大意，我请你，后盖才甲你报备。来去啊。交还。今日真多谢你。免客气啦，晚安。晚安。沙龙那有白单想要收啦！啊，这件西装裤是有要洗无？哪安尼有白单？安尼四价单了，大家拢讲找无。这啥？大饭店的发票。哎呦，你哪会这么久啊？哎呦，落去读车。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我们一起在那屋檐下。冠华，安怎？来，珠宝我来拍。敢有检查物件？敢弄查？较紧的哦，要袂赴啊！啊，未记摕便当。紧去摕啊！文玲啊，你哪唔先甲便当摕出来啊？爸爸，我好啊，会用行。行，别要袂赴啊！
文玲，你拄则要讲啥？无啦，我想要问你暗时几点回来？我时间嘛无一定啊，无用煞我就回来啊啊！来，依算，甲妈妈讲拜拜。妈妈，拜拜。拜拜行，紧，要袂赴啊！紧，行。落来说你哦。起床啊！昨昏叫你较早困，你唔困，上课根本无精神啊！开始啊，遐就爱细细念的，起床要念，上课要念，困之前搁念。你管咧念落去，我真正会互你念甲臭气啦。好啊，你家己若爬起来，我嘛唔免遮尔麻烦。哎呀，讲算笑的啦，啊就念的时阵有淡薄烦啊，无念的时阵电脑有淡薄怀念。三姐，喂，阿兄，我今日中昼想要烘饼，我摕去互你，你有时间无？会用的啊。敢要顺续约文琪，大家做伙食饭。免啦，我有一寡问题想要私底下问你，咱约伫外口好无？哦，好，我餐厅订好才甲你讲。好，安尼中昼见，拜拜。拜拜。阿兄，你敢袂感觉三姐的口气听起来怪怪？敢有？有啊，而且伊是安怎干那约你，无约大姊？敢若发生啥物代志啊？几点啊？免上课啊？哎呦，互你念甲袂记哩啊！拜拜。拜拜。张友丽，魔幻星困过头，一支警告。你搁甲讲，搁好比个石梨爱跳包槟榔，搁搞落跑，害我槟榔包袂完。我今日透早，搁特别爬起来加班。哎呦，你也毋是毋知影，阮阿兄就咧甲我掠。哼！好啦，无我今日去包，包偌济算偌济哦。你讲呀？哎，后来恁阿兄无甲你修理吼？拜托，我是想张家宝贝呢，搁叫兴华金孙。吴巧丽，嗨，老师爱咱参加奥林匹亚数学比赛，你第二节下课有闲无？来讨论练习的进度。哦，好啊，安尼我去恁班找恁。哦对啦，主任佫讲哦，假使咱即届摕到金牌，若申请大学无问题，佫有奖学金会当摕哦。奖学金佫真悬哦。真假啊？嗯。听了真有动力个，咱一定要拍拼。安尼咱去找老师讨论，看有啥物需要注意的所在。好，我跟恁去。行。行。会晓数学了不起哦，包槟榔敢有我厉害？张友丽，哎，你下课伫学校门口等我，我讲几粒就几粒，你敢搁骗我，就试看卖。知影啦，一块加2个。好，拜拜。哎呀，你虎啊！妈，爸敢起来啊？起来啊，伫洗面。哦，爸，老早食袂啦？老早，来食糜。趁小食哦。爸，你逐工应酬遮尔那多，拢食鱼食肉，爱加食一寡青菜。这嘛爱加食一寡哦。我知影，你想要替张友莲讲情。我哪有啦？你明明就搁在生气啊！我哪敢讲真？其实伊昨想要入来甲恁会师礼，我一直甲伊阻挡，不爱互伊入来。等到去互恁误会，
搁要偌阵伊无甲恁放喺心肝内。慧敏，你看到的是阮误会张友莲，也毋过阮看到的是张友莲根本无适合你，所以我袂放心甲你交互伊啊。我甲友莲已经做伙真侪年啊呢。就是因为恁做伙遐尼侪年啊，也是袂当改变阮对伊的看法，阮才搁较袂放心啊。应该讲的，阮拢讲啊，你家己想清楚啦。你若是搁问我你甲张友莲的婚事，我同款会反对到底。伊则袂安尼呢，伊会证明恁的看法拢是毋对的。好啊好啊好啊，食饭莫讲这啦，紧食紧食紧食，来紧食。喂 ，Mavis 咖啡你好，有啊。倒位？兴华酒楼，兴小波 ，OK。6杯拿铁，好。下晡1点进前，无问题。多谢你，多谢，拜拜。兴华，敢会拄着伊？头家你好，头家你好，恁莫后白叫，见伊无闲，见无闲。有人无伫啊？张总监中昼约人食饭，还是我替你敲电话？毋免啦，我甲伊敲就好，你去无闲。好。下礼拜。有代志请。这是迄天公司停车场的鸦片，卡数迄个查甫搁甲你高甜，你会摕这过去。若是有需要，我万一想替你处理遐个法律问题。你是安怎？张友莲讲的。多谢你的好意，迄件代志已经解决了。文琪，有哩迄天因为烦恼你出代志，在真重要的餐会放阮爸妈唔管，所以咧，阮爸足无欢喜的。虽然有人后来有讲迄是一个误会，也毋过我是希望你较主动咧，甲家己的代志处理好势，莫互亲人烦恼。你总袂当期待随时拢有阿兄保护你呀。既然你拢知影是误会啊，佮再来怪我创啥？我无怪你的意思，你莫想伤多。我甲友莲上烦恼的就是你的安全。多谢你，以后袂阁麻烦你啦。我搁伫个无闲，敢有别项代志？无代志啊，我先来走。放开！你想？我就问你，该放开，放手哦，搞放手哦！好啦，恁个张友莲，是不是拄则真关心你的迄位啊？你是为对伊看出伊真关心我？为伊的口气，还有伊的眼神啊？下晡我带邢小波甲国门公司开会，会议结果才甲你讲。另外，多谢你昨暗专工为着我赶来，多谢你。
歹势，你遮无用，搁甲你叫出来。这饼是我拄烘好的，细鸭的互阮妈煮。然后这后你替我摕互慧敏煮，大鸭的你早回去互阿嬷阿姐甲幼儿做伙食。你真是愈来愈高啊，啥物拢会晓做。归去哦，开店卖饼好。离开店要搁差足远的，平常时冠华甲医生上班、上课。我有足侪时间呢，做遮的较袂无聊啦。好，多谢你，大家搁有口福啊。也毋过你着为着送饼，专工走这逝。后盖甲我讲，我去摕就好啊。无要紧，小可代志，多谢。阿兄，我问你哦，你甲慧敏姐是毋是有啥物话，拢会当直接讲哈？啥物意思？就是，敢会因为做伙久啊，就慢慢啊，毋是真了解对方。若是有啥物问题，嘛无啥敢提出来讲。文玲，你想要问啥就直接讲。嘛无啥物代志啦，就是。我伫个关怀乐地仔找到的。大饭店的发票。我感觉这张发票怪怪。这间饭店嘛毋是伫个外地，你感觉咧是毋是足奇怪？敢爱我替你找冠华出来讲者？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。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在流浪，眼泪流下。大饭店的发票。我感觉这张发票怪怪。这间饭店嘛毋是伫个外地，你感觉咧是毋是足奇怪？敢爱我替你找冠华出来讲者？是毋免啦。这件代志文琪敢知影？阿姊的个性你也毋是毋知影，我哪敢甲伊讲啦？伊若是知影，一定会走去甲冠华骂一困。假使是我误会伊，我毋就害着冠华啊。冠华最近工课啥款？敢有在无用别项代志？拢甲以前差不多啊。同款会送医选去上课，虽然有时阵较晚下班，也毋过拢伫个11点进前到厝。也毋过，我真是感觉这张发票实在足奇怪的。我是认为，你应该去问冠华为什么会有这张发票，看伊安怎回答。安尼刚好，我袂当因为一张奇怪的发票就怀疑伊，安尼对伊是无信任，对无？文玲，解决这种代志上紧的方式，就是当面问互清楚。假使你唔敢问，我甲你斗相共。我看也是煞煞去啦，回题嘛毋是啥物大代志，而且你去问嘛足奇怪。嘛对啦，这张发票嘛袂当证明啥，可能只是一个误会。你嘛感觉是误会啊？我嘛是安尼想的呢。医生同学的妈妈嘛定定伫个群组内底讲婚姻就是爱互相信任、互相包容，才会当久久长长啊。有当阵就是袂当去计较遐尼济啦，对无？安尼我就放心啊。阿兄，你莫甲阿姊讲我来问你的代志哦，无一定会问我是安怎。好，你会晓袂？
点一寡食的。好，我来看卖有啥物好食的。大哥，之前我建议你爱投资，你拢无爱。今日乃雄雄找我讲要投资啊，拄好有一笔定存到期啊，想讲家己袂使嘛在银行做，照顾者嘛是应该的。大哥，你来找我就对啊，即摆景气愈来愈好啊，投资基金是上好的时机。听我这个冠军理财经理的，绝对无毋对，我的客户每一个拢赚大钱呢。大哥，这个资料你先看者，内底有各种方案甲组合，若无看完哦，早点去看嘛行。嘛好，也毋过毕竟是小数目，我要登去甲会面参照。哦，一定，无问题。对了，我听文玲讲，自产你袂当来。大哥，是的啦，对。月底啊，工课较济，我真是行袂开骹。我有请文玲去甲大哥大姊解说，我看伊一定无好好甲恁解说啦。有啦，又甲阮讲你无用的。冠华，就算拼事业，嘛要开一寡时间伫某甲囡仔的身上。像阮遮爱做哥哥姐姐，嘛会关心家己弟弟妹妹过了有好无？大哥，我知影。大哥嘛一定真照顾阮啊。其实我找你投资，趁济趁少拢毋是重点，重点是你要真心对文玲好。咱是一家人，会当看到你甲文玲幸福，比啥物拢搁较重要。我知影啦，多谢大哥。好啦，这个资料我早登去研究，毋捌的所在我再打电话问你。啊，大哥。有任何毋捌的所在，随时敲互我啊！好啊，我先来去。来，大哥，来你无用，免送啊！大哥，顺行。这个文玲哦，毋知影搁去乌白讲啥。你好，我来送咖啡，营销部订的。哦，好，请稍等。喂，营销部敢有人订咖啡？好，我甲伊讲。营销部等咧无闲，所以会用送去会议室就好。我伫遮咧去先。对，较紧嘞，会议要开始啊，就伫隔壁。哦，好，多谢。多谢。你好，送咖啡的。啊，拢总是480块对无？哦对。好，我摕一互你，较认真。拄好。困在遮先。对。各位，这间咖啡是陈总监上介意的一间，今日是专工替大家准备的，您看卖。来，滚者。多谢。请啉。多谢。多谢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。好想回到那想见你，很想你，猜不透你的心意，我不想放弃。多谢。多谢。多谢。两位请坐，互恁等真久啊。那呢，即马就由我来向各位报告。兴华过去为国际品牌代工，伫业界得到真侪好处。即个希望伫新贵上市，伫资本市场进一步发展业务。阮顾问团队即个会为兴华尽力做一份公司诊断，结果来建立上市的计划。多谢，你的咖啡真是足好啉的。
面。总监，你敢有看到陈总监？哦，行销部甲顾问公司的人伫会室开会。哦，你敢知影公司附近有一间叫 Mavis 咖啡的店？我知影啊，迄间开真久啊呢。偌久啊？我来的时阵，迄间咖啡厅就有啊，至少有5、6年哦。5、6年啊？对啊，迄间店的咖啡真侪人学论呢。啊，总监，你无爱啉咖啡，所以可能唔知影。老兴兴啦，伊逐工拢伫订呢。啊，我会记得陈总监嘛真介意。哦。小姐，头一个去面就和你误会，我是交关，文记的男朋友。伊甲我熟悉的查某囡仔无共款，真体贴。虽然伊真无闲，也毋过伊永远甲我放伫第一位。半年前，伊阁带我去南美洲度假，可惜天气无好，阮无去南极。也毋过约好明年做伙去。这几年文记拢在上海上班，哪会熟悉一个迄只开5、6年咖啡厅的男朋友？而且已经交往2年啊！哦，甲顾问公司开完会啊？因提出的名单真好，各方面的评估嘛拢真详细，我感觉会当签约。好，安尼就申请法务写合约，等爸回来可以看者。等下。迄个，你中昼想要甲我讲啥？咱的传信息又搁收转去。哦，无啦，就想讲通知你今日要甲顾问公司开会，后来想的你无需要参加，就收转来啊。啊对了，文林烘的饼，伊请我提互你。你什么时阵来公司的？哪会无来找我？可能你迄个时阵在无闲，伊厝内有代志就先倒去。等我一下。文琪，你迄个男朋友看起来真少年的，比你较细汉。你哪会问这？无啦，就关心一下啊。对啊，今摆毋是流行姐弟恋。安尼，恁两个是认真的哦。张友玲，虽然我男朋友定定我，也毋过我伫每一段感情当中，拢是100%认真。而且你问遐尼侪创啥？感觉伊真少年，互你怨大。毋免伤过关心，卡免你的女朋友无欢喜。我先去找法务写合约哦。好。欢迎光临。请恁坐。多谢。你嘛坐啦。有一寡代志，我想要甲你讲者。好。下晡我看到你去新华送咖啡，就一路缀你过来。想袂到你在遮开店。安尼哦。我有淡薄好奇，这几年文琪差不多拢踮伫上海喊你回来，你甲伊是安怎熟悉？哎呀，变好的剧本，即马全部袂当用啊！你敢要活了？我单门其实有后下心，一敢交换男朋友。即马我咖啡厅头家成婚已经逼空啊！你着做你家己，我配合你。等阮兜的聚餐结束，你就当过你本来的生活，我嘛袂阁麻烦你啊。阿姐，多一个朋友做伙回来，伊伫遮无所在住，所以我替伊安排饭店。这个查甫人伊真是足好诶，体贴、稳重，
阮就有话讲的。安尼一杯就算是先祝福你哦。多谢。希望你恩恩爱爱，100年好合。这个相片伫壁顶挂了好好，为什么摕落来？灰白色墙面，画了几朵笑脸。当你卸下毛线，回到这房间，以前的以前都开始怀念。从一个屋檐，心里几种语言。当你在我们间像不曾走远，过去都时过境迁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你在身边。雨停了，像候鸟，咖啡的再远，终究还是回到那原点。